咁我哋呢個視頻製作咧係以廣東話為主嘅。咁樣最初期咧，我哋考慮覆蓋咧就係以廣東話為主嘅受眾啦，例如香港包括大灣區嘅8000萬嘅人口啦。但係當我哋配上字幕嘅話，其實就可以覆蓋到全國，通過一啲海外嘅平台咧，令海外嘅華人接收到我哋嘅節目。因為海外華人嚟講咧，其實有好大量都係廣東話嘅受眾嚟嘅。我哋嗰個核心嗰個優越性喺邊方面咧？首先我哋有個語言嘅差異性啦，廣東話嘅一個而講文化遺產、講考古嘅賽道嚟講咧，亦都係可以講係非常之稀少嘅一個資源啦。咁其次咧，本人嚟講係考過博士啦，咁樣我自己嘅一個學術背景咧，就已經可以保證到咧我所講述嘅內容嗰個嚴謹性同埋佢嗰個專業性。咁其次咧，我背後亦都有好多嘅專家學者作為我嘅顧問團隊啦。咁所以咧，保證咧就我哋所牽涉到所有嘅話題咧，無論係深度同埋嗰個廣度好高嘅一個維度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呢個 IP 咧，亦都可以有跨界嘅互動入邊咧，可以延伸去好多唔同嘅領域啦。咁呢個係未來我哋會去探討商業合作發展嘅潛力啦。正因為我哋有一定嗰個嚴謹度同埋嗰個專業性啦，咁所以咧我哋比較容易會同一個專業嘅博物館同埋考古嘅機構咧比較深度嘅合作嘅。咁呢方面咧亦都係會加強翻我哋嗰個節目裏邊嘅內容嘅權威性。咁面對競爭嘅狀況如何咧？咁目前咧就如果以文化遺產為一個競爭賽道嚟講咧，多數係講普通話嘅。咁所以咧，我哋呢個係屬於一個相對嚟講係比較稀少嘅資源啦。咁其次咧，就多數嘅內容咧會偏重於就係普及化或者咧就係娛樂性。對於我哋嚟講咧，深度同埋一個專業性咧會揸得非常之緊啦。咁我哋嘅項目咧，除咗要講故事，通過有趣味性嘅、有懸疑性嘅、娛樂性嘅故事嘅模式去講述一個文化遺產，咁樣呢個係我哋嗰個製作方式啦。咁從行業嘅趨勢嚟講咧，其實咧而家用戶咧對於嚴謹嘅深入嘅文化內容咧，嗰個需求好大嘅。將短視頻同埋文化內容結合咧，正係而家目前呢個新發展一個風口嚟嘅。咁樣咧就亦都以廣東話為主嘅視頻咧，佢對佢嗰個海外嗰個發展潛力咧，亦都非常之巨大。咁我哋個發展方向咧就分3階段啦。首先我哋就會以香港同埋大灣區嘅考古遺址、歷史建築為一個初步嘅發展階段。咁其次我哋就會覆蓋全國啦。咁亦都包括就係全國嘅重要嘅考古遺址啦、世界文化遺產啦，同埋一啲重要嘅博物館嘅。咁當第3階段咧就會覆蓋全球，就會包括其他世界文化遺產、地球上其他各大文明之間重要嘅遺址啦、重要嘅博物館嘅介紹。咁樣喺製作方式方面咧，我哋短視頻咧就傾向於就係2至3分鐘一集。咁而每一集咧基本上咧就我作為主持人咧會出鏡啦，會喺現場去做一個解說啦。咁樣同埋咧就亦都希望會帶動觀眾對於每一個視頻嗰個吸引性咧，就例如一啲叫懸念性嘅開頭，幾秒鐘之內吸引到大家個注意力，咁樣係會用呢一種製作嘅技巧啦。咁其次之外咧，我亦都會希望咧就係有一啲互動嘅，例如有3分鐘嘅視頻裏邊咧，隱藏住某一啲知識嘅點，作為一個叫做尋寶或者叫做互動遊戲，問與答中嘅可能會有一啲獎賞。咁樣呢個亦都希望咧就係喺每一個視頻入邊咧都可以加入嘅一個互動嘅環節。收入方面咧，咁我哋會喺平台上邊會有直接嘅一啲廣告嘅收益啦，可能亦都有廣告商嘅贊助。咁樣直播裏邊會有打賞啦，咁樣亦都會去推銷一啲叫做知識類嘅課程，收費嘅知識課程。咁呢方面係一啲直接嘅收入嚟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會有一啲間接性嘅，例如係考古書籍、文化遺產類專門嘅書籍，無論係自己出版嘅或者係其他出版社出版嘅書籍，我都可以做直銷或者去代購啦。咁我亦都同其他博物館嘅合作咧，會共同推出一啲文創嘅商品。咁包括例如考古盲盒啊，或者係一啲非遺嘅製品啊呢方面咁樣。咁我哋嗰個投入咧可以分為初期同埋中長期啦。初期嘅成本咧包括就係團隊嘅人力成本啦，咁專家顧問嘅費用啦，
咁我哋製作嘅費用，有宣傳推廣呢方面嘅費用，咁同埋一啲技術開發費用啦。咁總個成本咧大約係300萬左右。咁中長期嘅成本嚟講咧，主要就係話當我哋規模化製作之後咧，嗰個單集嘅成本可能會降低嘅。但係我哋需要咧去做一個全球化推廣同埋鋪墊啦。咁有多語言嘅版本，同埋有一啲海外團隊嘅建設咧。咁所以咧喺呢個中長期嘅投資咧，大概係500至600萬左右。呢個項目嘅關鍵嘅吸引力咧，在於咧市場嘅潛力係大嘅，同埋佢嘅內容咧可以有複製性啦，同埋喺個政策上面咧亦都係屬於一個紅利期嘅產品。咁我哋嘅融資需求咧喺天使輪方面咧就係300至600萬啦。咁預期咧2年之內咧就可以收支平衡嘅。咁我哋預算咧希望3年之內咧我哋嘅用戶嘅總數量可以達到500萬。而衍生收入咧佔嘅比例係達到30%。咁當然咧每個項目都會有一定嘅風險啊，不過係會有相對應嘅對策啦。咁可能內容有機會有同質化嘅風險，咁亦都有可能有版權嘅風險啦。為咗解決問題嗰個要強化嗰個 IP 佢嗰個獨特性，同埋咧要同一啲相關嘅版權方，例如博物館咧，要簽訂一啲授權協議嘅。最後咧要強調文化價值與商業價值嘅雙重閉環。咁我哋預計咧早期估值可以達到2000至3000萬。